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句俗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大家做伙讲一句。我是 Lisa， 咱今仔日要介绍的一句俗语是这句：讲甲你捌喙手好拍角，讲甲你会头毛喙手白。喂，阿母哦，安怎？你即摆有用无？有啊，安怎？我的手机啊界线怪怪，你敢会当甲我看一下？安怎怪怪？着我昨昏毋知影去试着啥，我 YouTube 无去啊。我今日要看你的影片，都无法度看呢。安尼哦，我甲你看一下，你甲你的画面分享互我。哈？要安怎用啊？你看你的画面，正手边下骹有一个派对功能，有无？倒位？正手边下骹，正手边下骹。哦，有。试落去，好啊！有一粒青青的分享画面无？有，试落了后，试开始直播。哦，好，看到，你即马拍开你的 Apple Store， 哈？什么 Store？ 伫倒 ？Apple Store 第2排蓝色的啦。哦，你哪会遮歹啦？讲甲你捌喙手好拍角，讲甲你会头毛喙手白。煞去啊！我等一下就转去啊！你莫黑白痴哦！我转去随甲你用。好啦，啊你爱紧转来哦，无我无影片通看，足无聊诶。好啦，讲甲你捌喙手好拍角，讲甲你会头毛喙手白。即句俗语的意思是咧讲一件代志，若要讲到互你了解，喙手拢已经发到会当来拍角，头毛嘛拢已经白去啊，表示需要真长的时间。一般用来考细人的理解能力无好，其实伫生活当中，有的人就是安尼，有的代志，毋管你安怎甲解说，安怎讲，对方听无就是听无，袂晓就是袂晓，讲甲恁已经头毛喙手白啊，犹原无效果。所以有时阵你若已经讲到足烦足受气，无想要搁继续讲落去啊，就会当用即句俗语。有的时阵若是有代志足复杂，你无想要解说。嘛会当用即句俗语来讲，亲像有的人就会问讲，是安怎恁查某囡仔拢遐尔爱买衫？你就当甲回讲，这足复杂的。那讲甲你捌喙手好拍角，讲甲你会头毛喙手白，莫阁问啊，你会惊？好，安尼大家应该拢有了解，讲甲你捌喙手好拍角，讲甲你会头毛喙手白是啥物意思啊？吼，咱最后用一句话来甲即句俗语讲出来。这件代志真复杂，我讲半工啊，你犹原是听雷，真正是讲甲你捌喙手好拍角，讲甲你会头毛喙手白。今仔日即句讲甲你捌喙手好拍角，讲甲你会头毛喙手白，介绍互大家知，希望大家学晓即句俗语以后会当定使用。毋过嘛，毋通啥物问题拢用即句来回哦。有的代志是需要好好回答、好好解说的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。若是介我影片的话，我起赞搁来分享出去，要袂电话观众朋友，我其实也电话的讯动，安尼看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到follow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